請問你讀書有冇好返啲啊？可能如果想要再過幾年，可能要結婚啦，或者點都好啦。然後嗰個男仔仲劈腿。Vicky，中四，一開始係喺車站度遇到啦，比較似偶像劇嘅劇情。之後後尾加咗 IG 之後，就好似大眾咁樣日日傾偈。之後我約佢出嚟，就應承咗拍拖咁樣。我依家中六就拍咗半年拖。我一開始係喺補習社識佢啦，然之後佢坐我側邊，然之後咧咁啱發覺佢同我住同一區，因為上同一架巴士。然之後就下一個禮拜就開始喺度同佢傾下偈咁樣咯。然之後越嚟越認，即係越嚟越認識之後就開始多咗嘢多偈傾咁，然之後慢慢發展咁樣，好自然。大家好，我係今年中六嘅一個學生，我叫 Rachel。我個 crush 係我應該2-3個月之前開始熟咯，跟住佢係即係大我2歲，咁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點解就兩個人就有啲咁嘅 feel。但係就一拍即合，一拍即合我。因為覺得佢好靚仔，好啱我睇。呢間糖水鋪係我第一次同佢食糖水，就係嚟咗呢一度咯。然之後嗰陣時話呢度好有趣啊，呢度好有特色咁。然之後點樣講好咧？我覺得似草莓蛋糕配螺螄粉，因為草莓蛋糕係好好食嘅，但係你食多幾啖會好甜啦，就好流啦。同埋螺螄粉係鹹嘅，但係雖然佢臭，但係佢係香嘅，所以就兩樣嘢係搭配住咁樣嚟講，係啊。我同佢喺晏晝啦，去維港喺度散步傾偈咯。之後我都影咗好多相，傾到好夜，好多 deep talk 咁樣，就覺得自己好浪漫、好幸福嘅感覺。對我嚟講，其實係唔開心嘅時候比較多。係啊，因為佢都成日即係個情緒都有幾波動咁樣啦。但係我自己會有時俾佢影響到，咁會影響到會一齊唔開心咁樣啦。但係其實如果係靜翻嚟慢慢諗，會覺得都幾浪漫呢件事。係。我覺得主導嘅話係開心嘅，開心到傻嗰種啦。跟住，但係應該有兩種情緒一齊，就係一種係開心啦，一種係會係咁猜佢嘅諗法，同埋有少焦慮，因為真係唔知對方即係我嘅角色喺對方心入邊係乜嘢，我都唔知佢係點樣睇某一件事或者我講嘅某一句説話，咁就喺度估咯。咁對自己嘅心理，我諗都唔係咁好啦。覺得好似幸福呢樣嘢可以去量度嘅，因為我覺得幸福係好難去具體咁樣講。你喺邊一個 moment 你就會感覺到幸福。我覺得係天時地利人和嘅嘢嚟嘅，即係幸福應該係每個人都唔一樣。